你有冇發現咧？酒店嘅床上用品都係白色嘅喎，咁而我哋日常賣嘅床上用品嘅顏色咧，都係離唔開白、灰、藍、綠呢啲主色調。原來床品嘅顏色係會影響到我哋嘅氣質同埋心情嘅，因為皮膚對色彩嘅感知能力係好敏感嘅。就算係我哋瞓着咗嘅時候，色彩依然都會通過我哋嘅皮膚刺激大腦產生影響。比如藍色會能夠讓人感到鎮靜，緩解焦慮；綠色可以令人放鬆，營造到一種好寧靜嘅氛圍。所以適合嘅顏色能夠促進良好嘅睡眠同埋舒適感。而粉紅色嘅床品就會顯得溫暖同埋甜美，會俾人一種好夢幻嘅感覺，適合嗰啲日常壓力大、心情唔好嘅姊妹。但係深色嘅系列，比如黑色啊、深棕色啊、棗紅色呢啲，就會俾人一種壓抑嘅感覺，潛意識會引發一啲壓力，令到情緒變差。所以大紅大紫鮮橙色嘅系列就會令人激動同埋緊張。而我哋嘅床品嘅顏色嘅選擇就要避開呢啲啦，因為呢啲顏色會令到我哋心跳加速、精神緊張，無法好平靜咁樣進入夢鄉。所以除非係新婚嘅婚房喺新婚期間去使用呢啲大紅大紫嘅顏色，平時呢啲紅紅火火嘅顏色最好就避免使用啦。更重要嘅一個點呢，就係你唔知道床品嘅位置係咪合適用紅色，萬一係2同5嘅話呢，咁就麻煩啦。快啲嚟睇下你嘅床單嘅顏色有冇選啱喎，一齊瞓個好覺啦！記得點讚關注哦。